最近都同大家講返啲中港澳台電話卡越賣越平，數據越嚟越多，對於消費者嚟講都係一個好消息。有啲網友都希望我講下中港澳台再加其他地區嘅電話卡，希望一張年卡1年之內去到熱門嘅旅遊地區，又方便又抵用。最近去深水埗，順便睇下最新嘅電話卡行情，睇下啲價錢同埋數據有啲咩變化。有一張10個地方，左手邊嘅就5個地方，漫遊數據同樣都係30個 GB， 兩張都送香港本地數據5個 GB， 價錢同樣都係135蚊。除咗香港5個地方嗰張就包括中國內地、澳門、台灣、韓國、日本，10個地方嘅就多咗星馬泰、越南同埋印尼。5個地方嗰張就係比較出名嘅 Lucky Two， 算係有品牌。10個地方嗰張就冇標明邊個供應商，淨係寫咗中國內地係中國移動網絡，我自己就未用過，唔知佢嘅網絡得唔得，所以呢一張我都唔會長加介紹。如果呢10個地方未來1年大家有機會去嘅，自己衡量返值唔值得買啦。主要嘅考慮就係去到當地，如果網絡接收得唔好，都會幾影響你嘅旅程體驗同埋計劃，例如需要電子支付、call 車、睇地圖等等。不過當日起檔口都見到有人買。今次我主要介紹 Lucky Two 5個地方呢一張，我屋企人用過，都用咗幾年。佢好多時都去日本同埋韓國旅行，用落覺得個網絡接收冇問題，所以佢一直都用呢一張。最近再買一張新嘅，見到同舊嗰張有啲分別。而家呢張卡嘅性價比更加高，更加抵用，所以都介紹俾大家參考下，睇下值唔值得買。而家睇返新舊兩張卡嘅分別，其實新舊卡嘅價錢都係差唔多，深水埗價都係大約135蚊，但係新卡嘅數據數量就多咗50%，由20個 GB 變成30個 GB， 仲送香港嘅數據，咁即係加量不加價，仲加送香港本地數據。換言之，啲數據價錢越嚟越平。咁而家睇返新卡嘅資料，先睇下網絡，佢係 5G 網絡，4G 同埋 5G 手機都適用。數據用量30個 GB， 唔包香港。5G 嘅速度最高去到200個 Mbps。如果用 4G 手機，速度當然就係唔係 5G 嘅速度。一般 4G 數據嘅速度最高大約42個 Mbps。呢張卡屬於無限數據，用完30個 GB 就降速落去512嘅 kbps， 所以就算用完高速嘅數據，都仍然有網絡，最少都可以收到 WhatsApp 嘅文字信息，咁都好方便大家，唔會失去聯絡。佢都支援手機熱點數據分享，不過無限數據嘅512 kbps 就唔可以啦。呢張卡只提供數據，唔提供語音通話同埋短信服務。如果真係想通話嘅，可以透過 WhatsApp 或者 WeChat 嘅網絡通話。香港本地數據5個 GB 用完就即止，換言之就係冇無限數據呢回事。如果使用香港數據同埋台灣數據，就必須實名登記，可以掃卡上面嘅 QR code 上去網頁辦理。相信大家都會好關心，除咗香港呢5個地方嘅網絡，究竟用緊邊間網絡供應商呢？而家同大家一一列出嚟，睇下啱唔啱大家嘅心水。中國內地就係中國聯通或者中國電信，澳門就係 CMT， 台灣就係 Taiwan Mobile， 日本就係 SoftBank 或者 KDDI， 韓國就係 KT 或者 SKT， 香港就係 CSL。 其實 Lucky Two 亦都係 CSL 旗下嘅品牌。睇返佢哋嘅網絡供應商都係當地熱門嘅供應商，所以相對都係比較有信心。中國內地、日本同埋韓國都有提供雙網絡，即係相對覆蓋率比較高，可以接收到嘅地方都會比較多。呢一方面都會多咗一重保障。除咗香港同埋台灣需要實名之外，使用其他地區嘅數據都係即插即用，所以建議最好都係先做咗實名登記，咁去到邊都可以即時使用，非常方便。不過去到當地記得開啟漫遊，否則就用唔到噶啦。卡裏面都有教，萬一搜尋唔到網絡，佢都教你點樣做返設定，揾返個網絡。所以出發前最好帶埋張卡，
或者影低張卡嘅資料，有需要嘅時候都可以攞返出嚟睇。呢張卡除咗實體 SIM 卡之外，仲提供 eSIM 嘅服務。睇返網購嘅價錢，實體 SIM 卡嘅價錢比 eSIM 嘅價錢平少少。據我當日喺深水埗見到，啲檔口都開始賣埋 eSIM，選擇都好多，相信價錢都會比網購平少少。話雖如此，網購都有佢嘅好處，可以慳返時間同埋車費，都會係一個選擇。選擇 eSIM 嘅時候都有地方需要留意。首先，手機必須支援 eSIM， 舊嘅手機通常都唔支援。如果你買咗新嘅手機，可以查返係咪支援 eSIM。通常而家啲新機單卡位大部分都會支援 eSIM， 有啲甚至乎冇 SIM 卡位，只支援 eSIM。例如蘋果某一款最新型號嘅手機 iPhone Air 就係只支援 eSIM， 冇實體卡位。所以如果你嘅手機只有單卡槽，同時支援 eSIM 或者只支援 eSIM 嘅手機，購買呢啲 eSIM 卡嘅電話卡就會比較適合。但係需要注意，eSIM 入咗你原本手機之後，如果你換手機，呢張 eSIM 就唔可以轉去新機，即使未到期同埋仲有數據都唔可以再用。換言之，佢係跟手機，唔似實體卡。你換手機可以將實體卡插落新機繼續使用。通常網購呢啲 eSIM 購買嘅時候都需要提供一個電郵地址俾商家，收到錢之後佢會透過電郵發出一個 eSIM 嘅二維碼，睇返呢個網購商家發出之後60天有效。當你收到呢個二維碼之後，喺有效期之內啟動，就開始計365日。如果喺深水埗檔口買，檔主會注明呢張係 eSIM， 可以跟返卡套上面嘅指示去啟動。之前介紹嘅 Hong Kong Mobile 中港澳台 40GB 數據，同埋呢張 Lucky 2中港澳台日本韓國兩張卡嘅分別，大家可以參考下，睇下邊張適合大家。我計返漫遊數據嘅價值，Lucky 2嘅數據數量增加咗，價錢不變之下，兩張卡每一個 GB 嘅價值都係差唔多。如果你中港澳台數據用得少嘅，就可以買返 Hong Kong Mobile， 因為佢嘅入場費98蚊比較低，始終平過 Lucky 2大約37蚊。如果你數據用得多，期間會中港澳台、日本、韓國都有機會去嘅話， Lucky 2呢張嘅數據會更加有彈性同埋更加抵用。購買呢啲電話卡之前，最緊要考慮返無論價錢、數據量、可使用嘅地方，需唔需要無限數據、4G 網絡或者5G 網絡，需唔需要通話或者其他增值服務等等。想睇返 Hong Kong Mobile 嘅增值服務，可以睇返我上一條片。今次嘅電話卡介紹到此為止，未訂閱嘅都請大家訂閱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、Subscribe，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